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我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请坐。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第13篇，旧约的547页，由我来诵读上半节，会众弟兄们弟兄姐妹们诵读下半节。诗篇第13篇，耶和华呀，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呀，我的上帝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自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们一起来，我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用厚恩待我。我们为下面几件事情来祷告。首先，我们为南美洲的国家阿根廷的经济在历经常年的衰退之后呢，严峻的通货膨胀在最近呢有得到了改善，所以呢，但是他们的经济的这个状况仍然是蛮脆弱的所以我们要为阿根廷来祷告，愿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生活文化当中，国家的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我们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外岛的岛区北竿卫理堂特别是曾以乐牧师来祷告我们为教会的充足奉献，教会的牧者同工能够合一，身体健康来祷告。我们也为今年即将升学的青年学子们来祷告，愿主预备合适的学校，帮助学生有更好的学习。那现在天气进入夏季，我们也为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来祷告，求主使台湾的夏季气候风调雨顺，人人注意环境卫生，使疾病瘟疫远离。主祷文，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同诵。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今课
今天的经课在创世纪22章1到14节，以及罗马书第6章12到23节。我们请汪瑞恒弟兄来为我们攻读。瑞恒弟兄。今天的第一处经课在创世纪22章1到14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2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3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于是2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第二处经课在罗马书第6章12到23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做，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所以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谢谢瑞恒弟兄。今天的正道经文在3处：约翰福音8章12节，以及箴言17章22节，还有尼希米记8章第10节上半段，由我来攻读。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第2处经文在箴言17章22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第3处经文在尼希米记第8章第10节，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接下来我们请诗班献诗。今天的诗歌是天父赐给我们的爱。
我们谢谢诗班带我们一起献上这样子的完美的祭。接下来我们要颁奖，我们颁的奖是这一季的成人主日学的勤学奖的奖励。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伟文牧师。弟兄姐妹，我们要来为今天我们的成人主日学所有的这些老师们，还有我们的学员们这些勤学奖的学员来做这样的一个奖励跟鼓励。圣经里面提到曾经有过一个官埃提阿伯的一个官，一个太监，他在读圣经的时候他读不懂，然后有一个这个弟兄叫做腓力，他就走到他的身边问他说：“你读的你明白吗？”那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就说他不知道，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么知道呢？所以这个腓力就教他有关圣经的道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成人主日学就是这个功用，希望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可以能够有更好、更多的这样的资讯，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让我们可以明白圣经真理的地方。好，所以我们这些老师们，他们都是相当的学养跟各方面都是很有成就的。那也为了这些，他们也有在进修，自己不断的进修，也来教导我们的学员所以我们要请这些的老师，还有我们要等一下请这个勤学奖的学员你们就直接来站立在你的位置上，然后我们请老师们到台前那我们请这个以西结书的老师赵少文老师、谢慧玲老师，然后勤学的是赵家和跟赵嘉欣嘉和嘉欣就请先站立然后这个约翰福音林继博老师、李迪华老师，那勤学的是爱珠、香知、明德、正华好，然后腓立比书跟哥罗西书的老师是周雄老师跟怀宇老师那勤学的是宝华、义庭、义贤、郑权跟明成好，那听到名字请站起来然后我们来为你们来做这样的一个颁奖。好，那还有提摩太前书、后书贺兆鼎老师、如君老师请到台前。然后勤学的郭冠宇、建莹、嘉贤、美燕还有德宏请你们就在位置上站立起来好，那我们要跟各位来介绍，德宏也是，对，好，我们要为这些老师来做一下介绍我们的以西结书的老师就是我们的邵文老师跟慧玲老师他们是以西结书的老师。好，然后约翰福音就是我们的林老师，就是迪华来代表迪华老师来代表。然后腓立比书跟哥罗西书就是周老师跟怀宇弟兄在这边怀宇弟兄在这边。好，还有提摩太前后书我们的赵鼎老师跟如君老师，他们都是我们的当中的相当好的老师能够来帮助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能够在属灵生命上的成长跟成熟。那我们要准备来颁发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勤学奖，老师先拿到，然后再发给你的学生愿上帝的带领。好，那我们就要来逐班来颁发。好，没关系，好，那我们就先来颁这个以西结书的这个老师的奖好，这是慧玲老师的，谢谢。好，这是迪华，这个是约翰福音的好，再来，还有这个赵鼎老师的，谢谢。好，如君老师，好，然后怀宇，好，来怀宇老师的好，谢谢。好，谢谢。那其他我们就
好，那就周老师由他的那个太太来代接好了啊。好，谢谢。好，所以我们期待弟兄姐妹，我们更多的在下个学期的时候能够一起来参与那让我们的学习能够更多。希望我们的教会里面不是老师就是学生，我们不断的学习成长，然后我们彼此的包容跟接纳，也彼此的这样的效法，愿上帝来带领。我们再一次的拍手来欢迎这些我们的老师们跟勤学的同学们，谢谢。好，谢谢，请回座，谢谢。今天的讲题是可以看见。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伊甸的赞美福音布道团，我们邀请黄淑云姐妹来为我们做见证。来，黄姐妹请。我们来欢迎伊甸赞美福音布道团。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神带领我们一同与弟兄姐妹敬拜赞美，在这美好的时刻，我们用我们的音乐、我们的生命，我们甚至是我们的笑容来赞美神。我们是伊甸的盲人福音布道团我们是第3团，叫赞美。对，希望我们的生命可以来荣耀神。我们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待会呢，我们会用我们的诗歌、演唱、演奏，还有我们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神如何带领一群眼盲的人出黑暗入光明。那我是舒云，舒服的舒，草字头的那个云哦。你买当叫我苏赢啦吼，可能较好记安尼吼。那我从小是在花莲长大，我是一个先天夜盲症的孩子。那随着年纪增长，我的视力是不断的退化的。曾经我可以看得到颜色，还有一些影像。然而现在的我呢，只剩下所谓的光觉，就是只能够看到亮亮的光。感谢主，虽然生命中因着黑暗有很多的苦难，但神胜了这个世界的苦难，所以我已经不在黑暗里了。感谢赞美主，也愿大家都能够得着这样美好的祝福，谢谢。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婉仪，温柔婉约，怡然自得，你们这2个字。那我呢，是因为早产的关系，大概31周左右就迫不及待提早报到这样子，所以我是一个先天的视障者。那我的左边眼睛是完全看不见，就是无光觉，你用手电筒来照没有反应的那一种，完全看不见。那右边呢，就是手框起来，中间这样的范围呢，隐约看得到一点点哈。小的时候可以看到比较多的颜色，然后大家现在慢慢长大，也在慢慢退化当中。那当然还是可以用影子来判断哈，离我够近的话，车子的用外观的影子判断可以知道是个车子哈。那人的话，高一点就是大人，小一点就是小朋友咯。那当然很感谢还有一点点的视力。那更感恩的是可以认识上帝，让我知道说，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爱我们的神陪在我们的身边。当我们开心的时候，他与我们一起喜乐，一起开心；当我们生气难过的时候，他为我们挪去我们肩上的重担，陪伴在我们的身边。哈利路亚。好，感谢上帝，也谢谢各位掌声，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是赞美福音布道团的企鹅，如果对我名字不好，就叫我要吃维他命的企鹅。当然了，那个动物园企鹅是没有在吃维他命，只有我在吃维他命哦。我的视力是全盲，就是因为在小时候就是顽皮，就是爬上堤防，就是掉下去的时候，头部受伤就影响到视神经，那11岁就完全看不到。其实这个就是要看看说
你们做父母，如果说有小朋友，哎，不要乱跑，要不然那个会发生意外，可不要像我这样哦。好，在赞美福音布道团我们所分享的10个见证啊带来的信息，愿大家得着平安与喜乐，谢谢。感谢神，我们这个团队很美好，就是明盲合作，所以台上的视障朋友很重要，台下这一位更重要，他是我们的眼睛，他是我们的天使，他陪着我们一起服侍。今天跟我们一起服侍的是我们的张克浩弟兄。谢谢主，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生活中也有很多的限制，然而上帝赐给我们音乐的翅膀，让我们因为音乐的分享，因为唱诗，因为传福音，去到好多地方，认识好多的人，让我们飞得好高，飞得好远。接下来我们来演奏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叫做《送给你这对翅膀》。
感谢神赐给我们大家一对美好的翅膀，让我们可以四处飞，四处的去完成我们的梦想，甚至呢也赐给我们美好的家人陪在我们的身边哦。尤其我们视障朋友真的很需要有家人朋友的陪伴。那虽然说呢，我们眼睛不方便，我们看不见，我们是不方便的，但是感谢这位神，还是爱我们每一个孩子，陪伴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充满喜乐的，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而不是说脸上总是带着愁苦、带着烦恼的。接下来献上这首也是我们的团队的创作诗歌《喜乐绽放》。忧郁画上我的脸，笑我不配拥有喜悦。愁苦限制我的眼，让我看不见晴天。我决定翻转这一切，懦弱远离我的世界。每天数一点，算一点，看见天父站在我这边。喜乐绽放我的脸，伴我昂首向蓝天，开阔我的眼，让我找得到光线。我决定坚持这一切，恩典住在我里面。每天数一点，算一点，天父住在我这边。忧郁画上我的脸，笑我不配拥有喜悦。愁苦限制我的眼，让我看不见晴天。我决定翻转这一切，懦弱远离我的世界。每天数一点，算一点，看见天父站在我这边。喜乐绽放我的脸，伴我昂首向蓝天，开阔我的眼，让我找得到光线。我决定坚持这一切，恩典住在我里面。每天数一点，算一点，天父住在我这边。喜乐绽放我的脸，伴我昂首向蓝天，开阔我的眼，让我找得到光线。我决定坚持这一切，恩典住在我里面。每天数一点，算一点，天父住在我这边。每天数一点，算一点，天父住在我这边。好，感谢主。接下来呢，我要把时间交给戚伟弟兄。戚伟弟兄呢，在台湾呢，就是学音乐的，所谓的科班出身的，好，从小学音乐。但是因为台湾呢，当时那个年代，他们的那个就是大学并没有对视障朋友很友善，所以他后来被迫呢，到了美国南加大去学习长笛的演奏。那感谢主，他也回国后把他的音乐、他的创作献给神，传福音。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戚伟。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样我要分享这一首，这是要纪念在1989年身心障碍人权运动
伊甸创办者信宁子刘香女士带着70几个身心障碍团体上街头，就是为着在争取身心障碍者在法律上的这个权益。所以在当中，为了这样，我非不得已，因为就学上受挫折，非不得已到国外。所以这样的愿景，就是到海外的时候，才看到那个深远之处，有得到这样的一个非常深的这样的一个期许。来分享这首《我心愿景》。
我把一切荣耀归于上帝，哈利路亚。底下时间交给诗云，做他生命的见证。是我们心中都有一个愿景哈，那个也许是一个梦想吧。我从小的梦想就是看得见，因为我从小眼睛就是弱视的哦，所以我一生下来，当我有一个记忆以来，其实我的世界就很朦胧哦，所以看见是我这一生渴望的事情，但现在好像越离越远了哈。好，所以我今天分享的主题叫可以看见。好，对我要一个小抄。好，那这个看这个字啊，其实就是一个上面一个手，下面一个目嘛，对不对？好像就是手遮着眼睛这样子，就是举目眺望的感觉。可是对我的诠释是什么呢？我的诠释是，对于一个从小眼睛弱视的孩子来说，眼睛可以看，手也可以看。好，比如说眼睛看得到的东西，我就用眼睛看嘛；眼睛看不到的东西的地方怎么办？就用摸的啊。比如说东西啊，在桌上看得到哦，掉在地上了，哇，找不到了，就用手去摸去找。好，所以对我来说，手也是我的眼睛帮我看。那不只是手哦，还有我的耳朵，用听觉来帮我判断，这个人到底是戚薇还是婉仪啊？这个是牧师的声音啊，类似这样子，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声音的音色来判断，这个人到底是像嘞哈，这样子。所以耳朵听也是我的看哈。那还有呢，嗅觉也是哦，这个食物是麦当劳的薯条，还是这个是摩斯的？走到这边，有浓浓的泡面的味道啊，这个便利商店到了，诸如此类的，嗅觉也可以帮我判断环境的变化。那另外的话就是那个什么空间感啊，大家可能很难想象，比如说我们走进一个地方，一个会堂，是刚刚我们走进来，我们就觉得这个空间感非常的大，而且有挑高的感觉。好，然后有一个回音，有那个自然的回声，好，就是一个空间感的不一样，就觉得这空间蛮大的。那当我们走路从大的马路走到小巷子的时候，那个空间感就会突然变窄了。好，所以那个可以帮助我们判断。那另外呢，就是那种突然的障碍的感觉啊，比如说我们走着，突然就会停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感觉前面有东西，有障碍物，空间感改变了。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帮助我们看的方式。所以视障朋友的看其实是很多元的哈，不只是靠眼睛啊哈。好，这就是我的世界，我们视障朋友的世界。那我从小呢，就是在乡下长大，哈，我的家乡在花莲的玉里，大家知道玉里吗？有去过玉里吗？那里就是传说中什么好山、好水、好无聊的地方，然后。好，那我从小在那个地方长大，所以我的记忆中，我的世界里呢，真的就是有蓝色的天空，白色的大朵大朵的云，因为我那时候还看得到嘛。那我小的时候因为弱视，所以我的视力其实是有点像油画的世界。大家想象一下哈，蓝色天空很蓝，云很一朵一朵的白的，然后绿色的山、绿色的稻田、灰灰的公路，好，绿色的树等等的。我的世界都是一大块一大块的明艳的色彩的，那是我看得到的世界。可是后来慢慢的眼睛退化了，就颜色就渐渐的不见了，好，就只能剩下一些比较单调的，比如说黑白的感觉，好，所以有点像素描的世界，就只能看到一些影子跟光啊什么的。好，然后当我还可以看得到颜色的时候，哇，那感谢神，那是我。在求学的时候，所以呢，我可以透过课本的阅读，透过电视，透过影片，好，透过书的图画来认识这个世界。所以我也可以看书写字，我也是在一般的学校读书。可当后来长大之后，我的视力逐渐退化了之后，我就越来越看不到字了，哪怕是放大的字我也看不见的时候，我就慢慢的就得用一个所谓的盲人的世界来生活了。好，那所以我的世界曾经是油画世界，后来变成了素描的世界，然后呢，最后呢，现在的我觉得，就那种感觉怎么说呢？除了可以看到光觉之外，就好像大家小时候我们写字用铅笔写字，写错了不是就用橡皮擦把它擦掉吗？可是当
你擦的有点不干净的时候，好像隐约可以看到一点点什么影像，但是又看不清楚，又认不出的那种状态，就是我现在的世界。好，其实好像有可以看到一点点什么光啊、影啊，可是又分不出来的。好，这就是我的世界。那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是一个完全的视障者。我必须用耳朵听声音，用手机，我要用语音的手机，我要用盲用的电脑，我才能够工作。我用点字，我走路的时候需要拿起导盲杖，这就是我视力的改变。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历经了20多年，是非常非常的无奈的。好，所以我从小就是生活在很积极、很努力的状态之下，然后有时候又觉得很消极、很无奈、很想放弃。好，那让我努力积极的是我的家人，他很爱我，所以为了他们，我可以努力的读书。可是当我想到一个盲人好像没有未来，眼睛看不见了，什么都不能的时候，我又好想放弃，好想早一点结束生命。所以我从小就是生活在这样子的一种状态之下，有的时候很努力，有的时候又很想早点结束生命，这就是我的世界。所以刚刚说花莲是好山好水好无聊的地方，其实对我来说到后来呢，是好山好水好绝望的地方。因为我不晓得我这一生到底要做什么，我这一辈子是不是有机会走出这一片对我来说虽然是山水，可是也无形中是囚禁我的一个牢笼。那当我的家人一个就是我的爱我的母亲离开了之后，我更失去了那种努力的一个动力了，所以我的生命更绝望更无助了。而你呢？可以想象吗？那个时候的我其实只有20岁，20几岁，高中毕业，我的心是非常非常绝望的。我一直以为我大概这辈子就要在花莲那边过完一生了吧。感谢主，在那么绝望无助的时候，也是我认识神的时候，我遇见耶稣的时候。我24岁的时候信了主，有人到我家里传福音。他送给我大字版的圣经，甚至是录音带版的圣经。他让我学习聆听上帝的话语。他们教我祷告，教我寻求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遇见了照亮我生命的耶稣真光。PPT 的第3页，耶稣是光，照亮我生命中的黑暗。有一段经文，约翰福音8章12节，有看到吗？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请。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耶稣这道生命的真光对我来说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一个温暖，一个被爱的感觉，是我的家人很爱我，也很温暖我，给我一个遮风避雨的家。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真正去触碰到我内心，因为看不见而产生的那种悲伤，那种无助。可是耶稣这道真光，其实他全然的包围我，那种感觉很妙，而且就是很难解释。然后他也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许不太明白。然而，当我们渐渐认识这道光，信靠这道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以不再隐藏自己了。以前我眼睛看不太清楚，我都还假装看得到，免得被别人笑、被别人欺负。可是当我知道我是被爱的，当我知道我是被主全然接纳的，我好像可以不用那么样隐藏自己了。我好像可以渐渐的做回我自己，一个视障者的一个自己了。耶稣这道光，它也是叫我的心灵苏醒的一道光。它让我看见了，原来我们这一群眼睛看不见的人，不是我们上辈子做错了什么，而是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上彰显他的奇妙作为。这不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9章1到3节里面，明明白白耶稣对众人说的吗？感谢主，当你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你根本未曾听过这样子的一个祝福，你只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无助、很卑微的人。可是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哇，好像心里的眼睛就被打开了，好像就可以知道，也许我的人生可以不一样了。耶稣这道光，它也是指引我生命方向的光。你知道，在乡下原本觉得自己好像一无是处吧，连一个工作可能都找不到，连一个养活自己的能力都没有。可是你知道吗？认识主之后，主却带领我离开了那片牢笼，他让我北漂。
我这就是从花莲飘到台北哦，我一个人在很多人的帮助下，我到了台北的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参加了职业训练课程。那时候的职训是政府的经费，然后为视障朋友开设录音工程的职业训练。我就这样一个人从花莲离乡背井去到了台北，来参加这个学习这个一技之长。感谢主，神的恩典并没有停在这里。我学了1年之后，哇，另外一个恩典真的是大大的这个掉在我的头上，就是神给了我一个工作的机会，让我留在基金会做广播、做录音、做我所学的这样子一个技能。所以那时候我大概有10年的时间在帮基金会做社会福利性的广播的节目，一直到我后来加入了盲人福音布道团。神解决了我这样子一个生命的价值的问题，他指引我的一个方向，让我可以有机会发现我生命的价值，发现我的那个能做的一些专长。感谢赞美主，我不再是一个无用的人。感谢主，这一路上其实真的是恩典满满。那不只是这样子，其实上帝也一路上带领我。我大概做了广播做10年之后，我就加入了盲人的福音布道团，被培训唱歌、学音乐，然后到教会去分享我们视障朋友的见证、传福音。那上帝也很祝福我的工作，还有我的家庭。好，所以后来我结婚了，然后也在台北买了自己的一个家，就是有一个落脚的地方。真的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的心也未曾想得到的。当年我去台北的时候，我是2手空空的，好孑然一身。然而现在的我却是恩典满满的，因为我的生命中有主的同在，有上帝的祝福。当然呢，生活中还是有很多的难处啦。比如说呢，像我们视障朋友嘛，我们外出一定最好就是到陌生的地方，一定要有人带，不然我们可能会迷路。拿着一支盲杖，可能还是有很多的危险。所以像我们，比如说我们生病了，我们要去医院，我们可能就是需要寻求别人的志工的帮助，或者是医院的一个工作人员的协助，让我们可以顺利去就医。像前2天不是有下大雨嘛？然后雨啊，太大的雨会破坏我们的听觉。会让我们对于那个空间感的感觉消失，会让我们对方向的感觉消失。所以其实我曾经要去上班，下着雨，打着伞，然后拿着手杖，然后又下着雨，对我来说呢，真的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可是我就只能就是一边走路一边祷告，一边走路一边祷告，主啊，救我，救我，救我，让我可以顺顺利利的、平平安安的走到我的办公室。感谢赞美主。所以能够祷告，哪怕在风雨中，哪怕在黑暗中，我们依旧是有方向、有盼望、有力量的。感谢赞美神。感谢神，神也让我们不断依靠神，然后学习感恩的心。学习感恩之后，我得着了一颗喜乐的心，因为我从小比较愁苦一点，可是竟然因为认识神，然后学习感恩，然后我越来越喜乐。好。所以在 PPT 的第5页，就是有一些我们的服事。当我们被建立之后，当我们走出黑暗之后，我们就透过我们的服事来见证主。所以我们有一个盲人的福音布道团，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叫喜乐吧？喜乐，他们已经服事了40年了。那我们是第3团的赞美。透过我们这样的服事呢，到各个教会去见证主的恩典，去分享福音，去传福音。那我们也在我们的一些机构当中做一些关怀的表演比如说日照中心啦、养护机构，或者是跟教会配搭，我们就是去做一些关怀，关心这些长辈，还有这些失能的一些长者们，透过音乐来跟他们分享福音，然后陪伴他们一个音乐的好时光。那另外呢，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为了一群眼睛看不见的视障朋友，他们没有办法稳定的到教会聚会，我们也为我们这群视障朋友设立了一个叫爱聚会的一个崇拜。每个礼拜3的早上，我们借了一个教会，然后一群视障朋友大概30位吧，
一起聚集，用我们的方式，用我们的可以的能力来敬拜赞美神，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感谢赞美主，陆陆续续的也有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也有受洗归入主名的，真的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可以为这个世界，为这个黑暗的世代做一些事情，哪怕我们那么的软弱，那么无助。最后 PPT 这边有2段经文，刚刚也有思慧也有读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首先是箴言书的17章22节，有看到这段经文吗？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是，这是我生命的写照。一颗喜乐的心可以治愈你生命中的各样的疾病跟难处。我还是在困境中，我还是在苦难中，甚至我的苦难随着我年纪增长越来越多了。但感谢主，因为有一颗喜乐的心，所以我不惧怕。我相信神必看顾我。接下来是尼希米记8章10节，来，请一起读，请。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是的，喜乐是我的力量，它可以帮助我一步一步的往前，从花莲走到台北，从台北到全台湾各个地方，甚至到世界各个角落去分享见证主的名。这是我的分享，这是我的力量的来源。感谢主，因着这样子的力量，我可以打开我的心里，看见很多神的恩典。是看不见的人生，真的有很多的挑战，挑战多一点，但是恩典也多一些。所以我只要敞开心里的眼睛，依靠神，我就可以看见神的旨意是让我们在我们的有限生命中显明他的奇妙作为。神也安慰我们，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安慰我们，他的陪伴，他的安慰，他擦干我们的眼泪，是永不改变、永不离开的。上帝的祝福也让我们生活有力量，生命有盼望，不再只是在今生有限的这个短暂的生命中，而是在那个永恒的国度里，我们可以一同与主耶稣一同来敬拜赞美神。是，这是我的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有恩典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敬拜赞美你。主啊，我们更有恩典能够为你传福音做见证。主啊，我们都是软弱的，生命中有很多的难处跟苦难，但我们相信你胜过了这个世界，你赐下的喜乐、盼望、力量，带领我们可以走在那个蒙恩的道路上，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能够单单的仰望你，单单的来依靠寻求你的面。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段，就是我们的爱聚会的影片。我认为呢，爱聚会是一个特别的聚会，因为我们在这里彼此相爱，我们在这里能够感同身受，我们能够同理心。爱聚会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我们在这里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我们分享生活，分享我们的心情，分享我们的信仰，我们一起荣耀神。爱聚会是一个让我们在信仰生活上都能够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的聚会。这是一个专属于视障朋友的聚会，所以你不用担心眼睛看不见不方便。在捷运站我们会有志工会接你到教会。在唱诗歌的时候不用担心有人可以提词，我们有专属的提词，也会准备提词歌词，甚至呢会有小组大家一起互相分享近况，分享聚会当中的一些心得感受，彼此互相的扶持。所以这是一个视障朋友很适合来的聚会，当然也欢迎视障朋友带家人朋友一起来。
也希望这个聚会能够成为许许多多视障朋友遇见神、生命的改变、的拯救、的盼望的一个地方。就像深秋，它会吹停思念点。对于爱聚会岛，真的是充满着一个期盼，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聚会，能够吸引不管是基督徒也好，或者慕道的朋友，都有机会听见所谓我们基督信仰的福音，能够透过诗歌的敬拜，在预备诗歌的过程当中，上帝可以亲自透过歌词，让上帝能够对你我来说话，那成为一个非常温馨跟平安的一个聚会。尽兴的心。第二节，开我耳孔，互我听见。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当我们心里软弱的时候，可以透过诗歌，还有我们的分享，能够彼此鼓励。所以盼望大家可以常常来到爱聚会，并且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透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聚集，让上帝住在你我的心中。生活不如意，就像深秋，它会吹停赐你恩典，只要相信，丰盛就降临。他是耶稣，伟大一生，使人复活，瞎眼看见，救主耶稣。欢迎你来到爱聚会，我们一起爱聚会。没有别的神。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爱聚会的一个短短的介绍的影片。这个聚会就是很特别，我们会有视障引导，好，然后也会有这个唱诗歌的时候报读歌词、点字歌词。视障朋友也可以担任司会、领敬拜、担任小组长。透过这样的一个聚集，让更多的视障者能够有机会走进教会里认识神。那也要谢谢弟兄姐妹，教会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分享我们的音乐，分享我们的见证，分享我们的事工。也真的谢谢大家这么多年来支持我们伊甸的福音的工作，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去传扬主的救恩，让我们这一群眼睛看不见的视障者可以发挥神所赐的恩赐，还有生命的价值，去为神的国度做一点事情。真的谢谢大家，也请大家继续的为我们的事工奉献代祷，谢谢。那我们最后呢，我们来唱一首我们的创作诗歌，感谢主耶稣拯救我们，让我们从黑暗中走出来，得着新的生命，而且他应许我们爱到底。我们来献唱这首诗歌《爱到底》。一直在寻找一个温暖的怀抱，无论快乐悲伤，心随时可以停靠。我一直在等待一份心事宽容的爱，了解我心里的无奈，接纳我一切的坦白。谁能
想，主耶稣，你爱我，爱到底，我软弱，我刚强，你都疼惜。感谢主耶稣，你爱我就爱到底。十字架上的约定带来祝福生命。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温暖的怀抱，无论快乐悲伤，心随时可以停靠。我一直在等待一份心事宽容的爱，了解我心里的无奈，接纳我一切的坦白。谁能像主耶稣，你爱我爱到底，我软弱我刚强，你都疼惜。感谢主耶稣，你爱我就爱到底。十字架上的约定带来祝福生命。谁能像主耶稣，你爱我爱到底，我软弱我刚强，你都疼惜。感谢主耶稣，你爱我就爱到底。十字架上的约定带来祝福生命。谢谢我们的分享，在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再次拍手，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喂，我们谢谢赞美福音布道团今天由黄淑云姐妹为我们用他们自己的生命见证来见证神的大能。其实世界上最美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前面这几位，我们叫做淬炼的珍珠。卢军，不好意思，借用你的这个词，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些的弟兄姐妹，当上帝为我们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他一定会帮我们开上另外一扇门。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他们出黑暗，入光明。我们请布道团一起起立，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来谢谢他们。好，谢谢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用回应诗歌来赞美回应神对我们的爱。今天的回应诗歌是新灵粮诗选145首，耶稣之名至宝。潇洒
然站立，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奉献，请大家预备心，恭敬以金钱来表达对上帝的感恩。我们请诗献的同工到台前来。等一下，如果弟兄姐妹其中有对奉献意义不了解，就安静让奉献袋经过你的面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在生活中丰富的供应和看顾，愿圣灵保守我们常能知足，为我们已经领受的恩典，我们献上感恩。愿天父悦纳我们的奉献，也求主引导我们能够善用众人的奉献，用于神所喜悦的事工上面。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请坐下。我们来彼此问安。首先我们看看今天这边有一位新到我们教会来一起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蔡明雅姐妹，来，我们欢迎她啊。这个是佳明姐妹的朋友，啊，不是佳明？哦，哦，是。谢谢，我们谢谢明雅姐妹啊，这个也是我们卫理公会同一个的这个系统的。还有没有其他没有资料的那个弟兄姐妹第一次到我们教会的？好，我们一起来彼此问安。
次来拱手问安。好，我们陆续回到位置上。接下来，我们有几件事情报告。我们欢迎第一次本堂参加我们崇拜的新朋友，也愿上帝赐福。我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那今天呢，我们感谢伊甸盲人的赞美福音布道团在我们主日服事，我们也为伊甸基金会的社会服务工作关心、祷告跟奉献。那今天的主日里面，我们有颁发过本期的晨主勤学奖，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们更多的参与勤读圣经，活出真道。接下来暑假要开始了，7、8月份，我们每周六的上午9点半到11点半，我们要开台语读经班，很难得哦。那内容，这一次的内容是旧约的路德记和新约的雅各书，我们也欢迎弟兄姐妹踊跃的报名，报名我们洽牧师啊。第一次的上课我们是变更在7月18号星期六。同时呢，本堂的义务传道林继博，还有李迪华、潘辉珍传道，将在7月19号以及8月2日各开一次福音桥以及4律的传福音训练。我们也欢迎弟兄姐妹报名参加。报名请洽我们的建营执事，还有继博传道。卫理公会全国姐妹会夏令营，我们开始报名了。活动时间是8月7、8两日，星期5跟星期6。那地点在云林了。我们欢迎本堂的姐妹们相约报名去参加。总会青年事工 MYF 的夏令营，这个夏令营的主题叫做全员陶醉中，在7月16跟7月18，星期4到星期6，地点在桃园的龙潭渴望园区。我们请为本堂参加的学员跟辅导关心来祷告。暑假的7月25到7月26，我们教会要举办暑期的儿童夏令营以及青少年的 AI 营，受理报名到7月5号截止。我们欢迎弟兄姐妹邀请儿童及青少年参加。我们也为这一次的这个夏令营关心跟代祷来奉献。这样子的一个儿童夏令营，我们已经好一段时间没有举行了。我们也为这一次的这个夏令营的顺利来祷告。卫理公会宣教的活动，南区的这个场次，8月22日星期6，地点在我们的教会。透过互动的体验以及宣教士的见证来分享，以及宣教闯关的活动，让我们一起看见上帝在世界各地的工作。凡本堂的会友报名，都由部门经费来支出。我们欢迎弟兄姐妹踊跃的来参加。新一季的卫理神学院推广课程，主题是喜迎哀歌苦难神学的探索。我们请到的是刘清乾老师，在
9月11日起，每周五的晚间7到9点，在我们的教会，这个课程相关的讯息在布告栏里面都有，请弟兄姐妹参阅。那新一季7到9月的教会读经教材新眼光已经发至各小组，也请弟兄姐妹支持出版单位的用心，我们采用的是自由奉献。我们也为我们教会的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来每个星期四的晚上7点半来参加我们实体的查经祷告会，为教会的各项事工关心跟祷告。最后，我们也为我们总会的建堂共同来关心。最近的这个天气炎热又不断的下雨潮湿，所以请弟兄姐妹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特别这个最近包括登革热以及相关的这些的疫情有比较的这个活跃所以请大家要多加注意。底下有很多的教会里面的这个肢体身体不适的，我不一一的唱名，就请弟兄姐妹参阅我们的周报，为这些软弱的肢体们一起来祷告。好，其他的事项我们自己来参阅。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起立，同诵3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我们请伟文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将真光赐给我们，使我们的心灵的眼睛得以看见，也愿你施恩来带领，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世上也成为这世上的光，使人能够看见你的荣光。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颂。阿门，阿门，阿门。请坐。我们在订阅中结束今天的主日崇拜。我们也在订阅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各项的教会事工来代祷。周报上面的主日信息的默想，也请参文。如果有在病痛中的、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来电，牧师会为大家祷告。